Hello，大家好，我係問天。無雙無盡已經出咗段日子，之前已經出咗幾條片介紹，主要都係講張星彩，不過甄姬就少講啲，因為星彩試出嚟效果 OK， 玩咗幾款唔同類型嘅組合都打得下。甄姬嘅技能雖然勁，不過佢嘅四圍比較差。如果用佢擺入富貴體系去代替 SP 國家，輸出就會變得唔太穩定同埋唔夠。而用佢嚟代替賈詡用萬軍打控雖然勁，但係就有個缺點。如果萬軍喺戰法唔係連擊回合發動咗，咁甄姬喺戰法連擊回合就浪費咗招戰法連動，出唔到兩戰萬軍。咁所以測出嚟可以打，但係比富貴騎差。我喺先鋒服嘅時候做過唔同嘅測試，我試過配梳妝對住兵刃隊嘅時候有唔錯嘅效果，招技能發動兩次令佢哋不停咁互毆都有唔錯嘅輸出，不過只限兵刃隊先有用。亦都試過嘗試配嘴獸同埋情譜打控流，不過個效果就唔係咁好。到目前為止，暫時最好效果嗰一隊係玩風似飛鴻，而令我最驚訝嘅地方就係呢一隊放棄咗甄姬其中一個連擊技能嘅機會，而改配成魅惑打控，而另一格技能位就食佢刮骨狂奶。誇張嘅情況係單靠甄姬一個人都可以奶到1萬加嘅血量。佢嘅奶量除咗可以維持到隊伍嘅坦度之外，亦令到飛鴻嘅輸出增加。雖然佢用魅惑會少咗一招連擊嘅機會，但係就觸發咗佢另外一招技能規避，利用佢給普攻打控，再用規避減低兵損，而且就算規避成功，魅惑一樣打到控。而呢一隊暫時係我測試咁多隊甄姬嚟講效果最好嗰一隊，不過喺共存方面就差咗啲，唔係個個都啱玩。喺正式服嘅時候，我用白板賈詡測試一樣多穿冇難度，而呢一隊大概係去到 T0.5 嘅水準，只不過就要犧牲太尉盾嚟玩呢一隊，而佢嘅評分測出嚟同用曹操嘅效果係差唔多。而如果你想改成程昱做主將都可以，不過賈詡會好啲。最後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支持，下集見。